兄弟姊妹之間一講錢就變仇人，守住呢三樣嘢，晚年先穩陣。阿媽一走，兄弟姊妹就唔係一家人，係親戚。呢句話唔好聽，但係人老咗先會明白，傷你最痛嘅從來唔係愛人，係同你一齊捱苦大嘅手足。成日聽人講血濃於水，細個嗰陣信，覺得一母同胞就係一世嘅依靠，到60、70歲先睇穿呢4個字，就像一張過期嘅支票，睇落分量十足，真要拿去對，先發現換唔到半分。實在，你有冇試過？爸媽走咗之後，兄弟姊妹一年見唔到一次面，過年圍餐湊極都唔齊，好不容易坐低傾兩句天氣，樓市就冇下文。再講深啲，一沾到錢銀，面色即刻就變。我諗咗好多年，點解從小一齊長大嘅人老咗反而生分？今日同你講透呢件事，同埋人到晚年一定要守住嘅3樣東西，守住咗後半世先唔會輸得太難看。我識個陳伯，北角街坊，揸咗30幾年巴士，由熱狗巴開到冷氣巴，慳咗一世。人哋飲茶、蝦餃、燒賣叫滿台，佢同阿婆1盅2件，坐足成個朝早都唔捨得加多點。一碟沙士那年樓價跌到谷底，兩公婆咬碎牙供咗層炮台山嘅單位，退休嗰陣供斷晒，戶口仲剩800萬養老錢。陳伯成日同我講，呢世人冇發達，但係對得住自己對手，對得住屋企人。陳伯下面有個細佬，細佢7年，爸媽走得早。陳伯16歲就出嚟做嘢，頭10幾年人工一半都俾細佬交學費，供佢讀書，供到出嚟做嘢。細佬後來做生意時好時壞，手頭緊嗰陣，陳伯多多少少都幫襯下。16年尾，細佬上門話要同朋友夾份開食肆，差60萬本錢，開口就問陳伯借。阿嫂當場黑晒面，轉身入房。陳伯送細佬落電梯口，話俾我2日諗下。嗰晚兩公婆嗌咗幾10年來最大一餐交。阿嫂話由細到大都係你就住佢，你供佢讀書，你結婚擺酒，佢遲大到。阿媽走嗰陣，殯儀館大小事都係你一個人扛，佢連幫手都冇多謝。呢60萬係你捱咗大半世嘅養老錢，借出去就冇得返。陳伯就反反覆覆一句，佢係我細佬嚟近，親生性，唔通我睇住佢死？第2日朝早，陳伯自己一個去咗銀行，佢喺櫃位前面企咗10幾分鐘，職員問咗3次辦乜手續，佢先抖口氣簽咗名。60萬啊，係佢朝早5點出車，夜晚10點收工，捱11年先儲到嘅血汗錢。佢話簽字嗰一刻，腦入面淨係閃過88年嗰陣，細佬會考放榜，拎住張成績表，沿住英皇道跑嚟巴士總站，佢一頭汗喊住話：哥，我考到啦嘛！就咁錢轉咗過去，借據都冇寫一張。阿嫂叫佢補，佢仲話兄弟之間講呢啲傷感情。頭1年食肆開張，細佬請兩公婆去食開張飯，坐主家位，斟茶斟到滿瀉，一口一個大佬阿嫂，甜到漏。轉過年就唔同了。陳伯打電話過去，10次有6次唔聽，聽咗都係3兩句就收線，話忙遲啲覆你。陳伯仲成日幫佢借口，做生意梗係忙啦。後生仔唔興成日打電話嘅，唔覆即係冇事，平安就好。你睇幾好笑？借錢嗰個唔急，被借嗰個日日幫對方諗理由。唔係佢蠢，係佢唔肯承認自己睇錯人，更唔肯承認幾10年嘅兄弟情其實早就唔值呢個價了。19年尾食肆執笠，60萬血本無歸。陳伯約細佬出嚟飲茶，想問句明白，細佬反倒先發難。大佬，生意嘢有賺有蝕，好正常。你而家係咪逼死我？陳伯當場一句話都講唔出。再後來2日那年阿嫂病重入院，陳伯一個人坐喺走廊膠凳上，睇住隔離個後生子打電話同阿媽講：你唔好驚，我而家即刻返嚟。佢摸住電話，猶豫咗半日，都係打咗俾細佬。其實唔係要錢，就係老伴危殆，想係個自己人講兩句撐下自己。電話一接通，細佬第一句就係：大佬，我呢排周轉真係好緊，你唔好又同我講錢。陳伯窒咗一下，話唔係錢，你阿嫂入咗院，
電話那邊靜咗3秒，然後輕飄飄一句：哦，啖你叫佢保重啦。收線之後，陳伯坐喺張膠凳度，坐咗成粒鐘都冇喐過。佢話嗰陣先知道，原來即刻返嚟呢4個字有矜貴。第2年春天，阿嫂走咗，出殯那日，細佬嚟咗，着成套黑西裝，企喺最後排，遞咗封500蚊白金。禮成之後，佢行過來拍陳伯膊頭，話大佬節哀，轉身就走，話約咗人傾生意。由頭到尾冇問過一句身體有冇問題，冇提過半句以前嘅情分，更冇講過嗰60萬半個字。執遺物嗰陣，陳伯喺衣櫃底計到本舊存摺，係阿嫂背住佢開嘅。10幾年來一筆一筆存咗40幾萬。最後一頁夾住張紙仔，阿嫂歪歪扭扭嘅字，俾你應急，唔好再借俾人。陳伯揸住本存摺坐喺床邊，由天光坐到天黑，屋企燈都冇開。佢話嗰晚先真正喊得出聲，唔係心痛60萬，係心痛個老婆慳咗一世。臨尾都仲要驚自己冇錢使，驚自己被人呃。以前每年我生日，阿嫂都會整底蘿蔔糕送過來，口話自己手勢麻麻，其實好過酒樓好多。而家再也食唔到了。上年尾，陳伯又喺間茶樓撞見細佬一家窗口位，一家4口有講有笑，2個孫仔爭食蛋撻。細佬抬眼見到佢就輕輕點咗下頭，連笑都冇多一個，轉個頭就繼續同孫仔講嘢，同見到個普通街坊冇兩樣。陳伯坐喺自己張台，一壺普洱由10點坐到12點，茶都沖涼埋，都冇攞過下屁股。佢後尾同我講嗰一下點頭，俾佢唔還錢，仲傷人。好多人聽完都鬧個細佬冇良心，忘恩負義。但係我睇咗咁多年人事，睇通咗一樣嘢，兄弟姊妹呢份情本來就唔係靠你哋2個撐住嘅，係靠對上嗰2個老人家吊住命。爸媽喺度，屋企就有個根。過年過節你總要返去。阿媽一句開飯啦，天大嘅事都要放低，大家坐埋同一圍台。爸媽一走，條線就斷咗，個根就冇咗，大家由一家人變成咗親戚。親戚係咩？紅事請你，白事通知你，其餘365日各有各忙，各有各嘅仔女，各有各嘅水電煤要交。唔好怪邊個薄情，生活本來就係咁，冇人牽住條線，再好嘅感情都會慢慢淡到最後就剩茶樓偶遇嗰一下點頭。聽到呢度你可能會話，咁即係手足都靠唔住，以後各掃門前雪就係。唔係，如果淨係講呢啲，你去街市聽阿伯阿嬸傾偈都聽得到，唔使我喺度同你講。我同你講另一單事，我親眼睇住發生，睇足3年，連我自己都改觀咗。深水埗有個梁太，71歲，後生，喺長沙灣製衣廠車衫，車咗幾十年。佢有個家姐大佢4年，住觀塘。舊街坊都話呢兩姊妹凍，一年最多飲2次茶，電話1個月先打一次，講唔夠5分鐘就收線，唔借錢唔留宿，連對方屋企鎖匙都冇，一把生疏得像普通街坊。梁太心裏邊怨咗幾十年，佢同我講，5歲那年我發高燒，係家姐孭住我由白田行落山去睇醫生，行到成身汗都唔肯放我落嚟。點解大個咗反而淡成咁？23年梁太老伴走咗，呢種滋味經歷過嘅人都懂。成間屋突然靜得嚇人，電視開住唔係睇，係想有把人聲響住。煮飯最難煮，一個人食，最細格米都煮多咗，食2餐都食唔完。頭7過咗，仔女該返工嘅返工，喺英國嘅那個上完香就趕飛機返去，屋企又剩返梁太一個人。第8日朝早，門鐘響，梁太開門，家姐企喺門口，手挽住個舊保溫壺，冇多餘嘅說話，就一句我煲咗湯。第1日係青紅蘿蔔煲豬骨，第2日排骨節瓜，跟住蓮藕章魚、菜乾豬肺，1個禮拜唔重樣。梁太老伴生前最中意飲湯，以前屋企日日都有湯味。老伴走咗之後，梁太邊有心機開爐，間屋連煙火氣都冇埋。家姐呢壺湯拎上樓，成間屋嘅氣味先慢慢翻嚟。有一日，梁太忍唔住問家姐：你點知我屋企冇湯飲？家姐眼都冇抬，一邊整理湯渣，一
一邊話你姐夫走嗰年我間屋都係咁，講完就冇再講第二句。梁太先至恍然大悟，原來家姐而家行嘅呢條路，佢10年前自己一個人行過，嗰陣冇人陪佢，佢亦都冇同任何人訴苦，但係見到妹妹行到呢一步，佢乜都冇講就拎住湯過來了。由嗰日起，家姐隔日就嚟一次，唔係嚟陪喊，亦都唔講大道理，入屋就入廚房倒湯洗壺，跟住坐喺隔離陪睇電視，電視演乜就睇乜，唔多嘴問，坐夠2個鐘。夠鐘搭車就走，唔留低食飯，唔麻煩人。觀塘到深水埗轉2程車，風吹雨打都冇斷過，一行就係3個幾月，直頭到梁太個心定返落嚟。後來梁太過意不去，飲茶嗰陣塞封利是俾家姐幾百蚊，想補返啲車錢湯本錢。家姐當場推返轉頭，面色一沉，講咗句：你同我講錢，即係趕我走。成圍台即時靜晒。隔咗一陣，家姐自己夾咗件蝦餃放落梁太碟度，好似冇事發生過一樣，繼續傾孫仔考大學嘅事。嗰封利是，梁太收返落袋，暖烘烘嘅，好似揸住件自己做錯咗嘅事。嗰晚返屋企，梁太喊咗成晚。佢話：我怨咗家姐幾十年，覺得佢冷淡，原來佢唔係凍，係一早睇透咗一樣嘢。我到70歲，老伴走咗，先至識乜嘢？識得感情呢樣嘢唔可以拎嚟使。你拎感情去換錢，去換方便，去換好處，換一次就淡一次，換到最後就碎晒了。陳伯同細佬點解走到今日呢步？就係由嗰句兄弟寫借俱傷感情開始壞嘅。陳伯將60萬當感情咁送出去，細佬將感情當60萬咁收落袋。錢同感情撈埋一齊煮，到最後錢冇咗，情亦都冇咗。而梁太兩姊妹幾十年嚟，錢歸錢，情歸情，分得清清楚楚。平時唔麻煩對方，唔搞錢銀瓜葛，到你真係有事，我唔出聲，都企喺你身邊。呢份情唔攞嚟用，先留得住一世。所以你問我兄弟姊妹之間到底有冇真感情？我話你知有，但呢份感情薄過紙。佢可以好靚，靚得像一張影咗幾十年嘅舊相，入面有你細個嘅樣，有你哋一齊捱過嘅苦，呢啲幾多錢都買唔到，幾大仇都買唔走。但你千祈唔好拎呢張相去當錢使，唔好拎去做擔保，唔好拎去換你嘅便利，一拎去用，張相即刻就穿咗就補唔返了。其實講到底，一家人都係咁，就好似茶樓搭台食飯，大家夾同一碟菜，表面熱熱鬧鬧，但每個人心裏想嘅都唔一樣，有人想食多件叉燒，有人想快啲埋單去接孫，有人盤算住呢餐邊個俾錢同台食飯，各懷心事。呢啲唔叫虛偽，叫人之常情。血濃於水呢句話我只認一半，血係天生嘅，係上一代留俾你哋嘅羈絆，呢樣嘢改唔到。但水呢？水係日子，係一次一次嘅見面，係一壺一壺嘅茶，係你困難嗰陣遞過去嘅一碗湯。血係底子，水要你自己斟，你唔斟，再濃嘅血擺得耐都會乾，都會硬，最後就剩返個空殼子。咁人老咗，同手足到底要點樣相處？好簡單，守住3樣嘢就夠。第一樣，守住你嘅老本，唔好誤會，唔係叫你孤寒，唔係叫你六親不認，係叫你拎清楚，錢同感情係兩回事。兄弟姊妹開口借錢，你千祈唔好老熱就應承。你關埋門，自己問自己一句：呢筆錢如果當送咗俾佢，以後永遠都唔會返嚟，我個心舒唔舒服？會唔會影響我自己養老？舒服你就俾完就唔好掛喺嘴邊，唔好成日攞出嚟講恩義。唔舒服你就千祈唔好出手，幾難聽嘅說話都要頂住，唔好死要面活受罪。你要記住，最傷感情嘅從來唔係拒絕借錢，係借呢個字本身。借出去嗰日你哋仲係兄弟，到要追數嗰日你哋就係仇人，冇得追嘅數先至追得返個兄弟。第二樣，守住你嘅住處，你層私樓好，公屋好，鄉下間祖屋都好，千祈唔好拎嚟做擔保。更加唔好賣咗幫人周轉，幾親都唔好掂。
你住緊嘅呢個地方唔單止係四面牆一個廁所，係你老年最後嘅底氣，係你嘅退路，有瓦遮頭，你先有話事權，先唔使睇人面色食飯。錢冇咗仲可以慢慢慳，屋冇咗你就真係冇根了。呢樣嘢冇得讓步，邊個講都唔得。第三樣，守住你嘅分寸，講白啲就係降低你對人哋嘅期望，唔好期望兄弟姊妹會對你有多好，唔好期望佢哋會記得你以前嘅恩情，更加唔好指望老咗佢哋會照顧你。大家都有自己嘅家庭，有自己嘅仔女孫輩，有自己嘅日子要過，邊有咁多精力顧住你？想傾偈你就主動打個電話過去，唔好坐喺度等人家抵你。傾偈就傾下舊時嘅事，傾下仔孫趣事，唔好傾錢，唔好翻舊賬，唔好講人是非。佢哋唔係你晚年嘅依靠，只係你童年嘅同路人。呢條路行到最後，始終都係要自己走嘅。但係反過來講，呢個世界上仲記得你10歲生得乜樣，記得你細個捱過啲乜苦嘅人，仲剩返幾多個？就係佢哋呢幾個了。所以唔需要日日見面，但係唔好斷咗聯繫，淡啲冇所謂，總好過冇。講起呢度，我諗起我自己大佬，佢大我5年，97年全家移咗去多倫多，頭幾年仲有書信來往，後來慢慢變咗電話，再到後來就剩低每年聖誕一個電話，3分鐘唔到，身體仲好幾好，仔女呢都幾好喎，淡得啦，電話費貴，收線啦，我哋兩兄弟。冇嗌過交，冇爭過產。阿媽走嗰陣留低嘅存款同首飾，大佬喺電話度一句：你留喺香港照顧阿媽辛苦晒，全部都係你嘅，就冇再提過。客氣真係好客氣，客氣到有陣時我會諗，到底係兄弟還是遠方親戚？前幾年我老伴走咗，呢件事我冇第一時間同佢講，拖咗成個月先鼓起勇氣打咗個電話過去。點解拖咁耐？我唔想聽佢客氣同我講一句節哀，保重身體。我怕聽完呢句，我哋兩兄弟之間就真係連最後一點溫度都冇了。點知電話接通，我講完之後，那邊靜咗好耐，耐到我以為斷線咗，喂咗2聲。然後我聽到佢把聲沙沙地，帶住火氣鬧我：陳日飛，你點解唔早啲話我知？你當我係你大佬冇？70幾歲人，俾80歲嘅阿哥鬧一句。我揸住電話，當場眼就紅了。舊年秋天，大佬自己一個人飛返香港住咗10日，佢唔肯住酒店，話要住我屋企，瞓客廳張梳化床就得。80歲嘅人，朝早6點就起身，落街買報紙，一買2份，一人1份。2個老人家坐喺廳度睇報，睇到好笑嘅就讀2句出嚟，笑一餐。我話佢。多倫多又唔係冇中文報紙，使唔使專登返嚟睇？佢話唔同，邊度唔同？佢又講唔出。有一日我哋專登搭車返舊區飲茶，坐低嗰陣我仲有點虛，怕咁多年冇見，面對面會唔會冇嘢講？坐3分鐘就想走，點知唔知邊個起頭，傾起63年制水，4日先供應4個鐘水，我哋兩兄弟一人孭一個鐵桶落街排隊，排成長龍。佢驚我細粒俾人逼跌。叫我捉實佢條褲頭帶，千祈唔好放手，孭住桶水氹氹轉，爬6層樓，返到屋企水剩返一半，成身都濕晒。阿媽一邊鬧我哋整濕衫會感冒，一邊又忍不住笑。呢啲事我自己都唔記得七七八八了。佢喺加拿大寄足60年，傾下傾下，2個老人家喺茶樓笑到拍台，隔離台啲後生仔望過嚟。當我哋黐線嗰餐茶由朝早10點飲到下晝1點幾，飲到茶都淡了，先捨得走。臨上的士之前，大佬企喺路邊望住我，話下次飲茶唔好等我返嚟先飲，而家視像都飲得。你沖你嘅普洱，我沖我嘅鐵觀音，一樣嘅。的士走咗好遠，我仲企喺路邊。嗰晚返屋企，我先至真正想通，我同大佬之間呢份情。從來都唔喺逢年過節嘅利是入面，唔喺阿媽留低嘅遺產入面。佢喺1963年嗰2個鐵桶度，喺一桶一桶孭返上樓嘅水度。喺細個佢叫我捉實褲頭帶嘅嗰句説話度，呢啲回憶先係血濃於水入面嘅水，幾多年都唔會乾。
而家我哋每個月都視像飲一次茶。上個禮拜五佢嗰邊落大雪，我呢邊打風落雨，兩個老人家隔住個屏幕，一人一壺茶，慢慢飲，慢慢吹水。佢仲係咁牛屎，鬧我鏡頭擺得唔好，淨係影到半邊面。我鬧返佢，帶錯老花鏡都懵然不知，仲話我以前3分鐘就收線嘅電話，而家傾足成個鐘，要阿嫂喺那邊催佢食飯先肯掛線。前幾日我又喺間茶樓見到陳伯，都係一個人，都係坐窗邊，都係個胡普里。以前細佬中意坐嘅那個位置，而家坐咗另一家人，都有個細路仔喺度爭食蛋撻。陳伯望咗一眼就低反頭沖茶，冇乜表情。我坐過去問佢仲嬲唔嬲你細佬，佢冇抬頭，手揸住茶壺慢慢斟水，話嬲咗幾年都嬲攰了。佢遞咗杯茶俾我，笑咗笑，你睇呢壺茶沖到第4泡係淡咗啲，不過啊亦都唔苦了啊。我飲咗一口，確實幾好飲。血係上一代留俾我哋嘅，水要自己斟，斟幾多，斟俾邊個，值唔值得斟？到咗70歲呢個年紀，你自己話事。